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叫微短剧。从这个2023年、2024年这个爆发于咱们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这种微短剧一路爆火。咱们也介绍过几次这个微短剧，比如霸道总裁爱上什么保洁就类似这种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了这个很多演员、很多制作人、很多导演这些影视这个正规军都纷纷改行去做微短。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是说这种微短剧它不光在国内刮起了一阵风暴，这个风暴它已经刮到了国外。今天有这个媒体报道叫中式土味微短剧在东南亚逆袭爆发。我们看一看这个土味微短剧一说大家都知道会心一笑，但是它不光在国内刮起这种风暴，它还能这个刮到了海外刮到了美西方，刮到了东南亚，突破这个文化圈层这个也值得大家关注。至少它是一种现象。就为什么我们老说这个看微短剧的，咱们已经给这观众做了个画像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有人说是农民工有的人是什么这个老年或者中年妇女，有的说他是农村的大爷大妈，有的说是跳广场舞等等给他画了这么的像。那你说美西方东南亚的人愿意看这个微短，你给他画个什么像？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为什么东南亚对吧？就其他地方它也刮起了这个土味微短剧的风。正好这一篇报道他这个文章说去年底一部讲述中国霸道总裁爱上农村少女的微短剧，总裁夫人来自农村，让27岁的印度尼西亚观众法兹亚深深着迷，一口气追完77集。这个配图还配了一个印尼的这个观众法兹亚。问题是这个法兹亚听不懂华语，靠的是英语字幕，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观剧兴致。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兴奋地夸赞说，男女主角默契简直太好了，男主角曾辉真的很帅，每集不到3分钟，很快就看完了。法兹亚自认是中国微短剧的忠实粉丝，过去1年已观看超过50部。像他这样的海外剧迷近1-2年来越来越多，使中国微短剧走向全球，并逐步打开非华语市场的体现。对这个微短剧这么着迷作为一个海外观众这让我就想到了，那咱们也有很多观众不也喜欢韩剧吗？那个韩剧虽然它不是微短剧但是我的印象里面韩剧给人感觉是叫又臭又长，特别长是吧？每一部都好几十集而且似乎拍不完。咱们不有很多网友喜欢看韩剧吗？韩剧里面都是俊男靓女。我们看韩剧到底是被韩国文化吸引，还是被这个韩剧的本身对吧？这个情节设定、男女主角这等等是被这个本身吸引，还是被韩国文化吸引？这个不太好回答。咱们还有追这个美剧的，美剧也长对吧？一季又一季。所以现在反过来你看海外的观众开始追咱们的微短剧，所以这个也值得关注是不是风水轮流转？在文章说活跃于东南亚市场的中国微短剧平台包括九州文化、什么新月时代、点众科技等，说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的观众可通过这些平台观看配上字幕或配音的中国微短，或是面向全球观众的英语微短剧，前者占比较大，把它翻译成英文或者做配音。据这个短剧自媒体飓风营发布的2024年中国短剧出海商业生态观察报告说，上述3个平台去年首10个月下载量1亿2千万次，美国市场贡献的收入最高，但东南亚的新增下载量超越美国。你想一下就是你这玩意在美国卖的话，微短剧你怎么着不得收到1美元对吧？我不知道微短剧在国内卖多少钱一集是怎么个收费不太清楚，但是你在美国卖的话那是美元计价，这不要看它用户数少，但是它这个收入恐怕奇高美国市场贡献的收入最高，但东南亚的新增下载量超越美国，这就说明了美国人也爱看这个中国的微短剧说进军东南亚文化壁垒较低，说中国微短剧在东南亚受青睐，离不开文化上的亲近感。说中国微短剧内容投资于发行公司异样光城创始人杨柳接受采访时说东南亚市场是微短剧者的兵家必争之地。
犹如文化上与中国有较大的共同性，中国的微短剧内容可以更方便的直接输出。易阳光城去年6月刚与新加坡串流平台开展合作，将中国微短剧带到东南亚。他举例说一些讲述3、4线城市或农村女性翻身的大女主题材，尤其能够引起东南亚女性的共鸣，反映出这2个群体有相近的价值观和情感认同。女主翻身呢，说这类逆袭题材在东南亚吃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中国微短剧制作公司知陶影视内容总监朱古力接受采访时说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不一样，说东南亚国家整体更偏向集体主义，强调迁就别人、循规蹈矩、服从大局等价值观。那这些跟咱们似乎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比较亲近。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许多关于个人被长期压抑后逆袭、反叛或爆发的中国微短剧，往往更具戏剧性和爽点，更容易引起东南亚观众的共鸣。除了华语剧，东南亚观众也可以通过中国微短剧平台观赏英语剧。和华语翻译剧不同，英语剧面向更广泛的全球观众。不少中国微短剧业采用外地本土制作的模式，出海到欧美地点拍摄，并选用当地演员，题材也配合西方口味，包括狼人、吸血鬼等。他说这类英语剧主要服务美国市场，但在东南亚也不乏受众。31岁的菲律宾观众拉莫斯不久前就迷上了这个叫男恋英语剧《未知的老公渴望我》，这还是个同性恋的。原因是剧情脑残，但有娱乐性，男主角颜值很高。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东南亚因为文化跟咱们相近，我们在国内拍的这个微短剧你给它翻译翻译，配上字幕或者是配音，在东南亚就广受欢迎。那对欧美这种文化不一样的做法是一样，反正只要提供爽就行。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微短剧的从业者，他就跑到欧美去找白人，对吧？再重新打造剧本，然后拍的也是微短，也是爽点，题材就是狼人、什么吸血鬼，这个在美西方比较受欢迎。你说这叫什么事？然后中国人在美国拍的这些微短剧，在东南亚也受欢迎。这个拉莫斯接受采访时说他说尽管微短剧演员都是西方面孔，但整体制作依稀感受得到中国的影子。他解释说这类微短剧感觉像娱乐界的快时尚，通过简单的故事线可流水线般复制出源源不绝的剧集。东南亚如今是热点市场之一，一些中国微短剧企业开始在泰国、菲律宾等国设立制作中心。不过业者指出说中国微短剧要真正渗透东南亚市场，仍面临不小的挑战。论盈利潜能，朱古力指出相较于美国的女性观众，东南亚观众的付费能力较弱。当然了这玩意你在当地卖的话，一集或者顶多就是1块钱，那你东南亚的1块钱，对吧？印尼的1块钱，马来西亚的1块钱，那怎么能跟美国的1美元比呢？杨柳干则说东南亚市场的挑战之一是国情有别，有的剧在泰国很火，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却不被接受。业者在文化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印尼和马来他们宗教信仰不一样，对吧？泰国现在是佛教，所以你很多剧情你在泰国可以播放，但是你到了印尼和马来西亚恐怕就有一定的限制，或者关注的偏好就不一样。近几年中国微短剧被誉为这个文化出海新3样之一。哪个新3样呢？就是微短剧、网游，还有一个叫网文。我觉得网文、网游还有这种微短剧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爽，对吧？就是能够提供这情绪共鸣、情绪发泄，提供情绪价值，对吧？核心点就是爽。咱们说爽文呢，这个新3样说受到中国媒体的热捧，被形容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渠道。中国的媒体光明日报去年12月发表了一篇评论，提到微短剧应以真挚的情感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诠释中国情动实践，应该是微短剧海外传播力图现实的实现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志峰受访时说微短剧的输出肯定有助提升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例如对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追求、家庭观以及职场理念方面，尤其是在东南亚这样一个文化相近的地方。东南亚观众通过微短剧看到什么样的中国？印尼的微短剧粉丝法兹亚告诉自己，因为看剧而对唐朝产生了兴趣，戏里的汉
服很好看，至于是否有学会几句华丽的华语词汇，这个法兹亚笑着说啊，我懂得怎么讲老公，但微短剧提供的毕竟是速食娱乐，尤其英语剧在内，内容上并无明显中国元素，许多业者首要考量的还是商业价值。易阳观城创始人杨柳认为，所谓的文化传播可体现在保留华语对白或中文字，但归根究底，市场必须先接受微短剧的消费行为，否则文化传播如同少了根基。放眼西方市场，知陶影视内容总监朱古力指出啊，说许多英语微短剧其实不算纯粹的文化输出，而是为服务目标市场的文化需求而拍，例如为美国单身女性提供情感抚慰的爱情短剧。学者胡志峰进一步说啊，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息息相关。例如日本文化上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流行，正逢中日经贸关系活跃的阶段，此时中国微短剧在东南亚兴起，也离不开中国和东南亚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离婚主妇变总裁等等，我秘书是我老婆这类土味短剧称不上高大上，当下仍在东南亚找到不小的共鸣。在胡志峰看来啊，微短剧最突出的特色正是简单直白甚至粗糙，虽然不容易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却符合了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属性，说白了就是快消费啊。朱古力如此看待土味短剧的商业逻辑，微短剧本质上是消费品，受众更喜欢快节奏的享受爽感。创作团队当然也想到做到精致，但这必须增加成本，为底层受众增加门槛，所以目前还是土味剧居多。不过行业变化很快，也许往后会有更精致的剧出现，一切还得按照受众需求。这个中国的微短剧啊，可以说横扫这个东南亚，风靡这个美西方。我来聊一聊这个事啊。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以前看的美剧啊，这个有30年了啊，都不止啊。我上大学期间看的这个叫美国的一个叫《成长的烦恼》，就是但是那个剧我好像是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拍的吧，对吧？我是90年代看，都已经算是老片子了。我记得那个片子特别长，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作为一个现象啊，现在这美西方东南亚人看中国的微短是一种解释。那在上世纪，对吧？80、90年代，甚至这个世纪初啊，甚至到现在，咱们看这个美剧、韩剧，还有港台片，虽然都是很风靡，但是我觉得背景是不一样的。它这里面的这个观众啊接受的内容啊，欣赏的内容，刚才文章也分析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啊？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咱们这儿叫文化沙漠或者叫文化荒漠，前面发生了几十年的事情，大家也知道，样板戏，所以我们这一块是空白，是枯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改革开放，所以你看啊，首先是港台剧，然后这个日本的电影，后来是韩国的，然后美剧都蜂拥而至。作为观众呢，我们是照单全收。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啊，这个美国的大片它本来拍的就挺好，它不光是在中国风靡啊，它全球风靡。那但是我们接受呢，还有另外一层这个背景啊，就是我们当时纯粹就是文化的荒漠，就是你没得看，没得选择，所以只要有片子引进啊，对吧？那一定是这个大受欢迎，对吧？我们引进这些海外的影片啊，外国的电影，还有审查制度啊，那和现在我们短剧到美西方到东南亚受欢迎，那是俩概念。所以作为这个咱们内地的观众啊，我们是照单全收人家原汁原味的作品。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不会为中国人呢单独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电视剧。这个某种程度上，既可以说是美西方的文化这种传播。我想很多人啊，就通过看这些电视啊、电影才了解美西方，对吧？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美国的英雄主义。但是我们的微短剧到美西方呢，对吧？可以理解成那这个文化的高地，他们已经自由开放几十年、上百年。我们的微短剧啊，风靡美西方，不是文化的胜利，应该不是文化的输出，而是我们的工业的胜利。也就是我们这种微短剧这种形式、这种爽文，受到这个全球观众的欢迎，不是你文化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呀。你说来说去就是儒家文化，对吧？这种儒家文化，你在东南亚还有这个引起共鸣，但是你在美西方就不太容易引起这个观众的共鸣。但是你要抛去啊这个文化层面，对吧？从你这个叫剧本结构啊、拍摄手法、情节的安排，嫁接到美国的文化上，让微短剧在美国风靡，这个实际上是一种
种叫技术的先进，而不是文化的先进，是一种技术的出口，而不是文化的，对吧？你这微短剧在美国在西方还是宣传它当地的文化，不是你儒家文化。这个文章说得好啊，像这些首先是你商业价值，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赚钱，如果你不能赚钱，你这事情就没有根本。大家想起来了，孔子学院，这个才是地道的文化输出。结局是什么，对吧？各地纷纷关闭孔子学院。一是你这种输出太硬了，太直白；第二个，你这个违背了商业价值，违背了商业规则，无源之水啊，你靠花钱去推广，对吧？是一种粉饰先进。而这个微短剧啊，在东南亚，刚才文章也说了，那个情况跟欧美又不一样。东南亚还是这个文化的一个洼地啊，加上历史原因啊，东南亚的文化跟咱们这种儒家文化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至少啊，从这个每个人的这种觉醒方面来看，我认为啊，这个东南亚和中国的这个每一个人呢，恐怕都是感觉到压抑，感觉到约束啊。它不像美西方那样自由开放，对吧？因为他们宣传这种个性的解放已经很多年了，深入人心，对吧？注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但是像东南亚以及咱们这儿多多少少，对吧？都要强调集体。从小你强调集体，实际上对个性的就是一种压制，对个性的压制，对吧？但这种成为一种潜在的一种制约的时候，所以这种我们就有一种逆反，对吧？如果说宣传这种总裁爱上什么保洁，对吧？就这种反叛逆袭，从这一点上来说啊，恐怕我觉得东南亚跟咱们也有高度的这种叫重合之处。所以我们的微短剧啊，你不用对东南亚这些观众重新制作，说按照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故事喜好去改编，不需要，你只要把那个字幕、把那个配音给改了，他能接受，一样的会爽到他。我在想啊，这个不管是哪个文化，如果你把文化这一层你给它拿掉，为什么微短剧会风靡全球？就我想啊，第一个跟这种短视频平台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短视频平台啊，社交媒体现在本身就风靡全球，这个 TikTok 国内是抖音，还有其他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油管，各种社交媒体它都推出短视频，这种是视频平台啊。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 X 就是推特，还有国内的新浪，东南亚恐怕也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个社交媒体它提倡只有140个字，对吧？都是短文。短视频呢，提倡的是1分钟60秒。总之啊，短小精悍，在这么短小的内容里，这个时间里面，你得达到你的目的，你得让人喜欢看。所以啊，对吧？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它都是高潮，跌宕起伏，对吧？1分钟节目里面，它有好几个转折。也就是说啊，这个当用户啊长期看这种微博、X 还有短视频的时候，他的阅读习惯、他的观影习惯发生重大转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快消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习惯花2个小时坐在电影院慢慢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不看电影，但是他看电影解说，对吧？5分钟就把那个电影讲完了，2小时他把那电影的重点，对吧？转折。现在很多人喜欢看这种节目，实际上这个也就反映出啊，大家已经没有这个耐心啊，去慢慢的去看一部长的片子。所以我觉得啊，在这个社交媒体、短视频啊，还有这个微博、什么 X 这种影响下，潜移默化之下，我们越来越喜欢这个快消费，对吧？越来越愿意看这种短的东西。你在这个1分钟、2分钟里面、3分钟里面，你要不停的转折，不断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短剧应运而生，对吧？结合这种爽文，这是个现象。我们不要被这个哪吒2这个票房火爆啊，给这个假象给蒙蔽了。实际上现在电影啊越来越衰落，或者反过来说啊，就是微短剧的这个崛起啊，实际上就验证了这个电影的衰落。那为什么电影会衰落呢？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年轻人，就是观影的群众啊，观众他的习惯发生重大改变。我们宁愿拿这个手机在那儿刷，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啊，搞一个舒服的姿势，一刷能刷3小时、5小时。但是去电影院呢，对吧？你出门啊，你还得化妆，你还得捯饬捯饬，完了之后你还得看时间，对吧？还得提前去，还得约人，非常麻烦。所以相比较而言，你刷短剧那是利用你的叫碎片时间，甚至是垃圾时间。所以在电影院和手机之间，那用户啊现在倾向于选择手机，对吧？在厕所里面，在公交车车站，在什么地铁里面，你都可以刷，没有限制。你去电影院看电影更像是一种像是什么一个工作，或者像是什么一个任务，是个事情。而刷手机呢，真正的消遣。所以说啊，这个就导致啊，这个电影没落。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就全球电影行业、影视行业都在走下坡路，对吧？从这些明星纷纷开始带货，你就知道这个影视行业多惨。但是同时啊，这个微短剧行业是不是收入啊早就超过影视行业？第二个啊，我认为这个微短剧行业这个赛道会越来越卷。现在啊，这些从事微短剧的赚钱的，实际上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随着这个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啊，这个微短剧行业可以说啊，参与的人会越来越，参与的形式也是多样化，最后就导致
这个行业也是卷到极致。实际上，这个从国内的抖音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微短剧啊那个爆发期已经过了。抖音上面也大量的这个创作这个叫自媒体啊，实际上他们拍的跟微短剧是一样。别看他是野路子啊，他们不是什么电影学院毕业的，哎，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也没有人去打磨他的剧本，哎，他们就自己一集一集这么拍。虽然没有那个微短剧那么爽，对吧？一集里面好几个叫爽点，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随着他们拍摄手法的这个日益这个精进啊，实际上对微短剧有很大的冲击啊。因为毕竟它是免费的，这个很快就会传到东南亚、美西方。哎，他们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也会自己创作，他们结合当地的文化，再借鉴你这种做法、爽文的特点，对吧？他们很快就会掌握这些规律，然后做到反超。哎，你想一想，就是港台片，对吧？在咱们这儿上个世纪90年代和这个世纪初，港台片非常火爆。但是现在你看呢，春节档啊，说香港当地的这个电影啊，卖的最好的好像只有1000万票房，也就是说它衰落了，已经不能再衰落了。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啊，咱们内地的这个影视啊，反超这个港台。实际上我们就能想到，这个东南亚的以后啊，他们当地的微短要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反超咱们给他的输出，因为他们很快就掌握了你这方法，对吧？你这爽点，你这手法，他们再结合他们当地的这个文化这个特点，同样啊，这美西方恐怕也一样。所以说啊，这个对我们所谓的文化出海还是个比较大的考验。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出海，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打了美西方和东南亚一个措手不及。不是你的文化真的有这种吸引力、先进性，你是文化的高地，哎，别人了解了你的文化之后啊，他心向往之啊，不是这样。至少现在你得不出这么一个结论。哎，我说的是微短剧啊，这个游戏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微短剧的爆并不能证明，对吧？是你文化输出啊，哎，取得了一个什么一个成就。我更多的把它归咎是你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对吧？你的 TikTok、你的抖音是这种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取得了成就，还归咎于技术方面、应用层面，由于这个 TikTok 的这个风靡全球，这种短视频啊，这种应用而衍生出来的，或者叫一种外溢，这种优势啊不会太长久。我记得2024年咱们做过一个节目，国内的这个微短剧实际上已经开始没落，很难赚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你的微短剧跟人家自己拍的那些没什么区别。你想让观众看到，你就得买流量，你花钱去买流量，对吧？在国内这个平台上面，流量说了算，流量就是一切，谁都得去买流量。买流量，你的收入大部分就得给平台啊，不管你是做什么，都是流量焦虑啊。你看他潘东来，他不一天整个新闻上个热搜，他就焦虑啊。这流量越来越贵，所以微短剧啊，看上去赚钱，那是刚开始。随着竞争的人越来越多，随着这个赛道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最终都是给平台在打。这也是微短剧为什么突然出海的原因，因为在国外看到了商机，但是这个是有时间窗口的，对吧？给你的时间就这么多。所以这一期啊，咱们主要随便聊一聊，就是这种微短剧风靡全球，但是啊，它是不是我们一种文化输出，是文化输出的一种标志或者是胜利？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吧？你更难得出一个说美西方喜欢上咱们的文化。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就是微短剧，即便它是文化输出，那这种文化最好美西方不喜欢是最好，因为在我们这儿都是糟粕，它不能真正的代表咱们的文化。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